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HK Bus Channel 香港巴士多。咁咧，自從上次巴士集會展覽之後咧，我就起咗個新總站啦。咁呢個總站咧，後邊就設有一條坑道，泊到兩架車。之後咧，呢度有一條。其實呢個總站咧係設有4條坑道嘅。係啦，咁呢度一條啊，泊咗兩架車。其實呢啲坑道咧，我自己整啊，覺得，因為如果淨係泊到兩排車咧，即係真係泊到咁樣兩排車咧，係會阻住啲車行嘅，所以就兩排車中間有啲位係俾啲巴士出出入入嘅，咁呢就無妨有個過路處啦。之後呢度就係啲商店，然之後呢度後邊啲隱蔽嘅位置都泊咗幾架嘢嘅。呢度都係啲隱蔽嘅位，比較淺窄同隱蔽嘅位都泊咗啲車嘅。之後呢度就有棵樹啦，間開條馬路。咁呢度咧有好多路線嘅 A32、5B， 之後74X、W2， 之後47X、290X、A30、230L、102，係啦。之後81C 同埋42C 嘅，係啦。咁除咗呢個新總站咧，我琴晚自己都將之前嗰架 XV4108 嗰架 A32咧就改裝成咁樣嘅，係啦，有廣告嘅車。咁咧就好多路牌啊！大家見到我過嚟呢邊，因為嗰邊背光。咁啊，有好多路牌啊，俾大家四處欣賞下。係啦，好車尾。除咗車頭之外，其他位置都有咩嘅？都有廣告嘅。係啊，成架車就係咁咯，有好多路牌遮埋個玻璃梯。就係咁咯。嗱，個示範下，而家返總站係點樣？返總站使有紅綠燈啦，然之後咁樣入去啦，入去 A32嗰條坑道啊。好啦，但係如果呢度有車出嚟咧，咁就要讓一讓啦。因為呢度嘅地方太細，咁如果出站咧，咁啊咁樣，係啊，咁但係前邊咧可能要褪嘅，因為咧要轉個好窄嘅彎啊。算啦，我 skip 咗呢度先。好。轉咧就係咁轉，好窄啊！因為呢度係啦，然之後轉咗出嚟之後咧，可能係會踩一踩對面線嘅，冇辦法，因為呢度太窄啊！咁樣轉翻出嚟，係啦。就係咁咯。咁呢條片又簡單介紹咗我呢個總站係點樣咯。咁好啊，今次條片就介紹嚟到呢度。鍾意就 like，記得 subscribe。咁我哋下次就再見啦，拜拜，記得訂閱。